南韩银色夫妻宋仲基、宋慧乔因合作拍摄夯剧《太阳的后裔》结缘进而相恋，不料夫妻才结婚短1年多，就传出婚变的消息，原因是近日宋慧乔出国时，左手无名指不见婚戒，又传出她无预警删除多篇 IG 贴文的消息。对此，宋慧乔和宋仲基所属的经纪公司昨天22日火速发表声明驳斥传闻。双宋 CP 婚变传言近日闹得沸沸扬扬，不仅宋慧乔手上没戴婚戒，甚至删除多篇 IG， 又有网友爆料宋仲基疑似爱上造型师小三，在外另觅爱巢。对此，宋慧乔所属公司 UAA 及宋仲基所属的 Blossom Entertainment 忍无可忍，昨天发声明回应，报道内容不实，我们之后不会再单独回应。事实上，宋慧乔原本就有定期删照片的习惯，再加上韩国已婚艺人出席活动时没戴婚戒也十分常见，部分大陆网友捕风捉影，甚至加油添醋指双宋夫妻离婚，让韩国媒体非常不满。东亚日报 SBS 日前便以宋夫妇陷入源自中国的荒唐离婚说，宋 CP 离婚传闻引发爆笑等新闻，为双宋 CP 平反。有媒体还狠酸大陆荒唐报道已非第一次。